各位好，想象一下，现在是深夜2点，新北市的外头正下着冷冰冰的大雨，整座城市都睡着了。你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掐住你的心脏。你费尽全身力气抓起电话，拨通了119。电话那头传来冷静的声音：救护车已经出发了，请保持通话，不要挂断。但就在这一刻，你发现身体开始背叛你，你的胸口越来越沉，像压了一块千斤顶，你的双腿片得像棉花一样软，大脑一阵眩晕，四周的墙壁仿佛在旋转。你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恐惧。这不是电影，这是很多长辈在深夜独自面对的真实瞬间。很多人以为打完电话就安全了，但我要告诉你，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在你拨打救护车之前，而是在你挂掉电话独自等待的那几分钟。当救护车因为雨天塞车，因为巷弄狭窄而迟迟未到时，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生死存亡的拔河。如果这时候你做错了一个动作，哪怕只是一个呼吸，可能就再也等不到医护人员推开门的那一刻。请闭上眼，听听这段声音，这可能就是生命最后的求救。我是林国信医师，在急诊室待了40年，我看过太多令人心碎的案例。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不是要吓唬大家，而是要教大家如何在那命悬一线的黄金等待期活下来。我必须严肃地提醒各位，如果你现在不花点时间把这段影片看完，后果将是你无法承担的。这不是在开玩笑。很多长辈病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是死于在等待救护车时因为惊慌失措而做出的错误反应。如果你现在转身离开，关掉这个视窗，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能平安获救，而有的人却在救，护车赶到前就悄然离去。这段影片里提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从无数次抢救中总结出来的保命符。这不是枯燥的医学理论，而是你在最黑暗的时刻唯一能自救的指引。请记住，等待救护车的时间不应该是无助的等待，而应该是主动的生存。我们要做的是把那段空白的时间变成身体修复与支撑的时间。这是一个老医生的叮咛，也是我最真诚的请求。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的家人，请务必听到最后。我是林国信，今年72岁了。这辈子我把大半的时间都留给了急诊室的走廊和手术台。在新北，在台北，我见证过上千次的生死瞬间。我看过有人在心跳停止前奇迹般的撑住，也看过有人在踏进医院大门前遗憾地闭上眼。很多人问我，林医师，人老了是不是就真的没用了？身体一出问题就只能听天由命吗？我总是摇摇头告诉他们，其实我们老年人的身体一点都不脆弱，它只是比年轻时更需要精准的引导。就像一辆开了40年的老车，引擎虽然旧了，但只要你懂得在关键时刻如何正确排档，如何控制油门，它依然能载住你翻过险峻的山头。我这辈子的经验告诉我一个真理，身体是有灵性的。当它感到威胁时，如果你能给它正确的指令，它会爆发出让你惊讶的韧性。我不需要夸耀我的医术，我只想把这40年的观察告诉你，只要引导得当，你的身体就是你最好的医生。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医学界很少对大众提起的残酷事实：为什么过了60岁，那几分钟的等待会变得如此致命？首先，你要明白，老人的大脑对氧气的依赖度极高，
但耐受力却极低。一旦心脏供血不足，大脑缺氧的速度远比年轻人快得多。更可怕的是，当你感到恐慌时，你的交感神经会像失控的赛车一样疯狂运作，血压会剧烈波动。根据我们的临床观察，极度的惊慌和错误的呼吸方式会让身体的氧气利用效率直接下降15%到20%。这意味着明明救护车还有5分钟就到，但因为你的惊慌，你的身体提前把自己耗尽了。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你可以把体内的血液想象成物流车，而你的血管就是城市的道路，平时交通顺畅，物资都能送到大脑和心脏。但当意外发生，如果你开始恐慌、大声哭喊或剧烈挣扎，这就像是在道路上发生了大规模的连环追撞意外，交通瘫，换了血液，这台车子动弹不得，大脑自然得不到养分。很多时候，病人的病情并不是突然恶化，而是因为心灵的崩溃引发了身体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理系统失去了协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只是轻微不适，却在打完电话后没多久就陷入昏迷。不是病太重，而是你的身体在那一刻因为恐慌而彻底罢工了。在急诊室，我常听到家属遗憾地说，早知道我就不让他那样做了。我们有很多习以为常的直觉反应，其实在急救时是非常危险的。第一是立刻躺平，很多长辈觉得不舒服就想躺下，但如果你是心脏问题，躺平反而会增加心脏的负担，让呼吸更困难。第二是屏住呼吸，人在紧张时会不自觉地憋气，这会让你的血氧浓度瞬间掉下来，大脑会更快感到晕眩。第三是全身紧绷，你可能会双手握拳，牙关紧闭，这种肌肉僵硬会消耗大量的能量。最后一个也是最让人心疼的，就是彻底放弃。有些人打完电话就觉得，反正我已经叫救护车了，然后整个人瘫在那里。这种心态会让身体的自主调节能力迅速瓦解。我并不是要责备任何人，我知道在那个当下，谁都会害怕。我曾经见过很多非常善良、身体一直很好的长辈，就因为在关键时刻做错了这些反射动作，而失去了挽回的机会。这不是你的错，是因为没有人教过你。现在让我们放下这些错误，重新学习如何与身体对话。让我跟你说说住在新庄的陈婉福老先生的故事。陈先生68岁，平常一个人住在一栋没有电梯的老公寓里。去年的一个雨夜，他突然觉得胸口像被火烧一样疼，赶紧打了救护车。一开始他吓坏了，整个人瘫倒在地板上。他告诉我，那时候他觉得眼前的灯光越来越暗，意识开始模糊。但他突然想起我曾告诉他的话，他没有记，续躺在那里挣扎。他费力地挪动身体，靠在沙发边坐了起来。他开始调整呼吸，不再是大口喘气，而是慢慢的、深深的吸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陈先生说，当他改变姿势并稳定呼吸后，原本那种快要窒息的压迫感竟然稍微减轻了一些。他感觉到原本冰冷的手脚有了一丝暖意。当一护人员破门而入时，陈先生依然清醒，他甚至还能清楚地告诉医生他哪里疼病史是什么。这几分钟的自我调整保住了他的命。后来在医院，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婉福啊，是你救了你自己。如果你刚才一直躺在那里不动，或是因为害怕而乱了阵脚，情况可能完全不同了。这就是正确反应的力量。
为什么陈先生只是换个姿势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这背后有很科学的道理。当你完全躺平不动时，受地心引力影响，血液汇集聚在你的背部和下肢。对于一个心脏功能正在下降的人来说，要再把这些血液抽回心脏是极其费力的。这就像是一台老旧的抽水马达，你让水流都往低处走，马达当然抽不动。但当你坐起来，你的下半身肌肉，特别是小腿肌肉，它们被称为人的第二颗心脏。当你轻微活动或保持正确坐姿时，这些肌肉会产生挤压作用，帮助血液回流。另外，我们要提到横膈膜，这就像是身体里的一个活塞。当你做直并规律呼吸时，横膈膜的移动最能有效地帮助心脏减轻压力。想象一下，你的身体就像一台正在爬坡的老旧汽车。如果这时候你突然熄火、躺平或惊慌，车子就会往下滑，很难再发动。但如果你能保持怠速，轻轻踩着离合器，正确坐姿与呼吸，即便车子现在爬不动，它也不会熄火。只要这台车不熄火，等到救护车这台拖吊车来的时候，你就能轻易地被拉上顶峰。这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术，这就是人体精妙的结构设计。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明白，维持清醒和正确的姿势，其实就是在为一生的抢救争取最后也最重要的筹码。现在，请务必记住这黄金自救4步骤。当你打完119后，请立即执行。第一步，寻找支撑，坐直身体，不要躺下，找一张稳固的椅子，或者直接靠墙坐在地板上。背部一定要有支撑点，这能减少你躯干肌肉的能量消耗。第二步，双脚平放，脚底接地，让你的2只脚掌完全接触地面。这个动作能给大脑一个我很稳固的心理暗示，同时有助于血液回流。第三步，鼻吸口吐伸长呼吸，用鼻子慢慢吸气3秒，再用嘴巴像吹口哨一样慢慢吐气5秒。这能有效稳定你的自律神经，增加血氧含量，防止因过度换气导致的头晕。第4步，轻柔律动，活络帮浦。如果体力允许，坐在原位，轻轻地抬起脚跟，再放下，或者规律地抓握双手。这不是运动，是轻微的帮浦运动，帮助你的血液循环不中断。请记住这3个不：不发力，不焦躁，不忍痛。如果某个动作让你感到更痛，请立即停止，保持最舒服的坐姿即可。这套方法并不是什么偏方，它是根据人体循环系统的特性设计出来的应急生存模式。当你执行这4个步骤时，你就在告诉你的身体，别怕，我正在帮你。你的心跳会趋于平稳，你的大脑会保持清醒，这就是你在救护车到达前能给自己最好的治疗。在高雄，有一位74岁的李秀梅女士，她也是独居，患有长年的高血压。有一天晚上，她感觉左半边身体突然麻木，说话也开始不清楚。她知道这是中风的指兆，虽然心里怕得要死，但她没有慌张地大声呼救，因为她知道那会让血压飙更高。她冷静地拨了电话，然后按照我教的方法，靠在床头坐好，双脚垂下，踩在踏脚垫上。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秀梅，慢慢呼吸，吸气，吐气。当我们在医院见到他时，他的血压虽然偏高，但并没有出现毁灭性的脑溢血。李女士告诉我，那15分钟的等待感觉像一辈子那么长，但因为他手头有这套方法可以执行，他觉得自己掌控了局面，
而不是被恐惧淹没。这种掌控感在急救中非常重要，它能防止你的身体因为压力而分泌过多的压力荷尔蒙，从而保护了你的心血管系统。李女士现在恢复得很好，甚至还能去公园跳舞。她常说，那是她这辈子最成功的一次自我救赎。虽然这套方法能救命，但身为医生，我也必须告诉你，什么时候不能随便乱动。如果病人已经出现意识丧失、完全昏迷的情况，千万不要强行扶他坐起来，这时应该让他平躺，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阻塞呼吸道。如果发生的是严重的创伤或大出血，例如摔倒、后骨折，或是伤口血流不止，请优先止血并保持不动，不要尝试进行任何肌肉律动。还有，如果你尝试坐起来时感到剧烈的眩晕或疼痛加剧，那就顺应身体的反应，找一个最不痛的姿势待着，不要勉强直，行4步骤。最后一条黄金原则，永远优先听从119调度员的指示。现在的派遣系统非常专业，他们会根据你在电话中描述的症状，给出最及时的线上指导。我所教你的这些，是当你意识清楚、能够自主行动时的辅助工具。医学没有绝对，但保持冷静和适度支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最安全的选择。请大家一定要灵活运用，不要死记硬背。说了这么多，我最希望大家带走的一句话是：冷静是你最好的处方笺。老去不可怕，生病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意外来临时，我们因为无知而产生的彻底恐惧。当你掌握了这些知识，下一次当你感到身体不适时，你的心中就不再只有恐慌，而是一套清晰的行动计划。你不再是被动等待命运审判的弱者，而是与一生并肩作战的战友。这是种从恐惧到掌控的转变，就是生存率提高的秘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请你在脑海中模拟练习一次这4个步骤，然后请把这段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长辈或是你的父母。也许你的这一次分享就能在某个雨夜成为拉住他们生命的关键力量。我是林国信，医师院每一位长辈都能老得优雅，走得稳健，即便风雨交加，你的身体依然是你最坚固的堡垒。谢谢大家，平安。